你身體入邊係咪都有一個計時炸彈？佢潛伏咗10年、20年，甚至30年，你完全唔知道。直到有一日，佢突然引爆，你以為只係小毛病。少年，你太天真啦！呢個炸彈唔會俾任何警告，一爆發就係你身體嘅全面背叛，到時就係萬劫不復。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沉默殺手就係糖尿病。可能你會話，糖尿病10個香港人9個都有啦，有幾恐怖啊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少年，你真係太年輕啦。呢個問題唔單止喺香港，喺美國情況更加係驚心動魄。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嘅數據，超過1億美國人，即係差唔多1/3人口，已經係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患者。美國著名兒科內分泌學家 Dr. Robert Lustig， 佢喺 YouTube 上一個超過1000萬人睇過嘅演講《Sugar: The Bitter Truth》入面，早就發出警告：我哋現代人嘅飲食充滿住隱形嘅糖分，呢啲糖正正就係餵養緊我哋身體入面呢個沉默殺手嘅元兇。試諗下，一個典型嘅現代人，無論你喺香港定係紐約，為咗生活，日日營營役役，成日口乾，飯後眼瞓，傷口好得慢，我哋總係將呢啲警號當成係壓力大，唔夠瞓。但係美國著名神經科醫生 Dr. David Perlmutter 喺佢嘅暢銷書 Brain Maker 入面就明確指出，呢啲微不足道嘅警號，其實係你身體內部正喺度進行緊一場無聲嘅戰爭。呢場戰爭嘅敵人就係不斷飆升嘅血糖。你以為血糖高只係甜咗啲？少年，你又錯啦。長期高血糖會將你全身嘅血管由原本有彈性嘅水管，慢慢變成又硬又脆嘅生鏽鐵管。血液入邊過多嘅糖分會好似沙子咁不斷磨損你血管嘅內壁，造成無數微細嘅傷口，最終將你嘅血管徹底塞死。呢個就係點解糖尿病最終會引發心臟病、中風、腎衰竭。而最恐怖嘅係，香港大學醫學院喺2024年12月發表嘅一份研究，佢哋分析咗瑪麗醫院40名2型糖尿病患者，發現血糖控制得唔好嘅病人，佢哋體內負責對抗病毒嘅 T1 免疫細胞功能竟然暴跌4成啊！即係你嘅免疫軍隊未打仗已經先廢咗一半武功，你嘅身體已經唔再屬於你。當你嘅免疫系統靜靜雞咁崩潰緊，一個細小嘅傷口喺一個健康嘅人身上可能3日就好返，但喺你身上就變成一個俾細菌大軍長驅直入嘅缺口。突然之間你開始發高燒，身體某個部位又紅又腫，痛到喐唔到，送入醫院，醫生話你嘅組織已經壞死，如果再唔處理就要截肢，你完全崩潰。點解會咁？我明明只係整親少少。少年，你仲未明，你嘅身體已經成為一個不設防城市。根據權威醫學期刊 Frontiers in Bioscience 一篇被引用超過300次嘅研究證實，糖尿病患者嘅先天免疫系統會出現嚴重失調，令你更容易受到感染，而且一旦感染，後果不堪設想。由一個小小嘅傷口到最後要截肢，甚至引發敗血症死亡，呢個就係糖尿病最恐怖嘅一面。係咪真係冇得救？係咪一確診糖尿病就注定要行向深淵？少年，好消息嚟啦！科學家同醫生已經揾到由地獄重返人間嘅路，而且好多名人甚至用自己嘅影響力向全世界證明逆轉係絕對有可能。荷里活巨星 Tom Hanks 湯姆漢克，佢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。佢曾經公開講自己因為年輕時嘅不良飲食習慣而患上2型糖尿病，但佢冇放棄。佢話如果我減到足夠嘅磅數，我就可以擺脫佢。結果佢透過嚴格嘅飲食控制同運動，成功將血糖維持喺健康水平。仲有美國經典電視劇 Leave It to Beaver 嘅童星 Jerry Mathers， 佢長大後都患上咗2型糖尿病，但佢憑住驚人嘅毅力，成功減咗70磅，最終完全逆轉咗糖尿病。呢啲並唔係個別例子。美國糖尿病協會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喺2021年已經同全球專家達成共識，正式定義咗糖尿病緩解。
只要你能夠喺停藥嘅情況下維持3個月以上嘅正常血糖，你就係成功緩解。而美國最大嘅醫療系統之一 Kaiser Permanente 凱撒醫療集團，佢哋做咗一個長達7年、涉及超過12萬人嘅大型研究，證實咗透過有目標嘅醫療干預同生活方式改變，糖尿病緩解係絕對可以實現嘅。近年，連全球最有影響力嘅傳媒女王 Oprah Winfrey 奧普拉溫弗瑞都公開分享佢點樣透過結合運動、飲食同埋使用 GLP-1 藥物，例如 Ozempic， 成功控制體重，遠離糖尿病嘅威脅。呢股生活方式醫學嘅風潮正喺度席捲全美國。美國生活方式醫學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Lifestyle Medicine 更加指出，透過全方位嘅生活干預，糖尿病緩解嘅成功率可以高達61%。無論係 Tom Hanks 嘅堅持，定係 Oprah 嘅分享，佢哋都證明咗一件事：糖尿病並唔係絕症，只要你有決心，用啱方法，你絕對可以由地獄重返人間。而家嘅醫學發展一日千里。2025年，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甚至報道，瑞典科學家已經成功將基因編輯過嘅胰島細胞移植到病人體內，有望徹底根治糖尿病。科學俾緊我哋無限嘅希望。今日我哋拆解咗糖尿病嘅恐怖真相，亦都見證咗嚟自美國嘅逆轉奇蹟。記住，你嘅身體係你最重要嘅資產，唔好再俾藉口自己話工作忙冇時間。即刻行動，由今日開始改變你嘅飲食習慣，增加運動量。如果你對自己嘅身體有任何懷疑，即刻去揾醫生做個詳細檢查，因為你嘅健康唔單止係你一個人嘅事，更加係你身邊所有人嘅幸福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，請幫手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仲有立即分享呢條片俾你關心嘅人。一個簡單嘅舉動可能改變佢一生。